你有冇試過，當你好認真俾朋友意見嘅時候呢，結果對方一面尷尬，甚至 dead air 添，或者咧對方不斷喺度點頭啊，係啊係啊咁，但係你好似覺得佢唔係好接受咁喎。點解我哋嘅好心建議好多時都得唔到好結果呢？今日就同大家傾下呢一個日常交流嘅心理地雷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V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傾下一個關於唔主動俾別人提議嘅諗法。喺25歲之後咧，我就決定唔再主動或者係隨便俾人哋提議啦。當時咧，我就純粹覺得講咗對方都未必接受啦，或者對方都未必做到我做嘅嘢㗎，咁又何必浪費心力呢？但係隨住年紀嘅增長咧，我對呢件事就有更加深入嘅理解。從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咧，主動提出建議，往往就被視為係一種批評，甚至係否定。當我哋俾別人建議嘅時候，無論呢個建議係啱嘅定係錯嘅，結果咧都不似預期嘅。點解咧？如果你俾嘅建議係啱嘅，對方都有可能唔會感激你嘅噃，因為背後咧隱藏住一個好隱蔽嘅心理因素。建議本質往往就係對其他人嘅想法同埋行為作出否定，潛台詞就係我比你諗得更加通透，更加周到，我比你更加懂得，所以我要俾你建議。當你主動提出建議嘅時候咧，你無意識咁樣咧，就將自己放咗喺一個較高嘅位置，認為自己嘅見解可以幫到對方。但係大多數人咧，本能都會排斥別人入侵佢哋嘅思想領域嘅。不請自來嘅建議，往往會傷害到對方嘅自尊心。反過嚟，如果你俾嘅建議係錯嘅咧，就算對方唔抱怨，你自己都可能會覺得尷尬啦。我哋要問下自己，我哋點樣去確定我俾呢個建議一定係啱嘅咧？唔好太過高估我哋個人嘅經驗。經驗係一把雙刃刀，佢可能曾經過去帶俾你成功，但係亦都有可能成為咗限制你未來視野嘅枷鎖。其實我哋俾建議嘅時候咧，往往只係基於自己一啲有限嘅經驗啦，同埋認知。喺絕大多數嘅情況下咧，呢啲都唔足以去指導人哋嘅人生嘅。每個人嘅處境同埋背景都係獨特嘅，我哋好難完全理解對方面臨緊嘅事情，或者全部複雜嘅因素。舉個例子啊，假設你見到個朋友做生意，你覺得佢喺某啲地方咧有啲問題喎，於是你就好主動咁樣同佢講：喂，你咁樣做唔係幾好喎，不如你試下咁樣啦，試下咁樣啦。結果會點呢？你嘅朋友表面上可能會點頭，但係佢嘅內心可能就會覺得你喺度指責緊佢啦，或者炫耀緊自己嘅經驗啦，甚至懷疑你係咪睇佢唔起呢？再舉個例啊，你嘅同事正喺度準備緊一個職業考試，你覺得佢備考嘅方法咧效率唔係咁高，
你就好熱心咁樣去分享當年你成功嘅經驗同埋技巧，但係你同事個心裏面可能會喺度諗：你憑乜嘢教我啊？你以為你叻過我咩？即使你嘅建議喺客觀上係有效嘅，對方都可能因為自尊心受損呢而產生反感嘅，反而達唔到幫助佢嘅目的。咁樣我哋想幫助人，但係又唔想造成負面嘅影響，咁應該點做啊？我從喺醫院做心靈輔導嘅經驗呢，就學到一個好好嘅方法：多聆聽，少建議，使用開放嘅提問，引導對方自己去尋找答案。就好似你拉一隻馬去河邊，但係你唔可以撳低佢個頭去飲水㗎嘛。譬如你朋友正喺度經歷緊感情危機，向你訴苦，我哋唔好即刻同佢講：啊，你應該分手啦，或者你應該忍耐下啦。我哋可以試下問：你覺得呢段關係面臨最大嘅挑戰係乜嘢呢？你心裏面最希望呢段關係嘅結果係點樣呢？你嘗試過用乜嘢方法去改善呢段關係啊？呢種提問嘅方式咧，可以激發對方思考，幫助佢自己揾到最適合嘅解決方法。當對方自己有結論嘅時候咧，佢就好願意去行動啦，亦都好願意、好容易去接受結果嘅。如果對方仍然堅持你要俾一個明確嘅答案，咁我哋點算呢？我哋可以好坦白咁講：我可以分享我嘅睇法嘅，但係最終咧個決定權都喺你手上，因為你比我更加了解你自己嘅情況啊嘛。然後我哋可以分享我哋嘅諗法，同時強調只係俾你參考，絕對唔係絕對正確嘅指引。另外提供選項啦，總比好過淨係俾單一嘅建議好嘅。例如我睇到你呢種情況咧，有幾個可以處理嘅方法，每一個都有佢嘅優缺點，等對方咧保持選擇、思考嘅自主權。總而言之咧，就唔好輕易將自己嘅經驗硬塞俾人哋。相信每個人都有能力去探求自己嘅人生道路，呢個先至係最好嘅幫忙同埋尊重。我哋以開放、同理心去傾聽對方，提供支持而唔係指令，咁樣先至能夠促進共同成長。希望呢段片呢可以帶俾你一啲啟發，令到我哋喺幫助其他人嘅同時，都要尊重其他人嘅自主權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